高铁要为台北通到宜兰的这案是准备要送宽屏，这台铁产业工会和公民团体都站出来反对，因讲若是通过会严重冲击到台铁的营收，呼吁只要去北宜直线铁路就好。因为铁道局这边是回应，会阁收集各界意见来研议。台铁产业工会甲国民帮推团体伫交通部头前开反对北宜高铁记者会。台铁三公表示，经过7月份台铁评估，若北宜高铁和协定通过会冲击台铁东部干线营收，每年得收将近8亿。若包含无采纳北宜地铁方案之下，台铁30年来损失580亿。我们想问交通部，明明就已经有北宜直铁的方案，省下来的2000多亿也可以用来改善台铁整体营运的状况，是全国受益的一个方案啊，为什么还要执着花费更高的北宜高铁呢？北宜高铁甲北宜地铁两个方案比，高铁到宜兰新站48分，毋过毋是伫市区，还按转车到市区时间41分，甲北宜地铁的46分，只差5分。北宜高铁票价加上转车差不多315块，比北宜地铁加贵162块。北宜高铁路线全长超过60公里，北宜地铁是43.4公里，毋过北宜高铁经费却将近3600亿，北宜地铁只需要724亿，是北宜高铁经费的1/5。它做短程服务只会使得它投资过于浪费，营运上来更是难以能够回本。所以这样的一个双重浪费之下，对照前面路线和这个车辆的改善，政府的决策呢，都完全都背道而驰了。相关的各位意见，我们会带回去再做研议，这样子。北宜高铁案要伫拜三送宽屏大会审查，台铁产业工会希望用撤回审查，呼吁交通部甲台铁毋通乌想，对台铁员工详细说明北宜延伸方案对营收的冲击影响。记者综合报道。